我而家唔係幾敢出片。1號線成功。我哋今日教你點樣睇呢個2號線啊。有咩講妹妹啊？2號線啊，2號線等於8號線。之後3號線啊，兄弟們。今次呢條片可能有啲長。深圳東站、流街、蓮花村，好4號線啊！嚇，多些。4號線好簡單啊！之後5號線。今次 LYNUS 950出咗呢條片之後就3月再出片啦，多謝咗2月唔會出，2月有機會會出。2月可能會出片。更新咗個大劇院。又拖嘅啦，對寫，聽唔聽到大家 ？Can you hear it？ 你們可以聽到嗎？6號線啊，6號線，6號線啊，係啦，對寫。之後6號支線 ，OK。之後7號線，你啊，呢個福倫仲未開啊！呢個站 ，OK。9號線啊，等一陣我揾下，揾到啦。荃灣開始，夢海我有，高新南，羅北 ，OK 10號線。一平湖站，我想知道呢個咩意思。之後11號線，馬鞍山10號線。如果大家覺得蓋，如果好快嘅話，你哋可以慢慢播。12號線揾下先。揾到啦，朗下嗰度，唔係崇光開始嗰度。深圳機場東。
太子灣呢度13號線，呢度東角頭開始。西麗高鐵站未開啊，14號線。江夏北開始。15號線未開，16深藍色。你揾唔到嘅16號線。16。之後20號，會展城去到白石洲，冇啦。呢條片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合作。拜拜。